為何面前路人視線不是望前面，眉頭都沉澱，其實怎避免？為何沒來電仍害怕通話被聽見？其實怎感染？然後怎發現？偏執妄想交戰，全自製糾纏，如幻覺出現，分體驗識改變，抗約的牽連再浮現。誰追蹤我這麼痴纏？誰騷擾我獨處？真的很討厭，重複再出現。打亂，被害意識像在變化不斷，神經扭轉，皮膚都磨損，差點將呼吸倒轉，叫氣息錯亂，像活肺系統被異常截斷，幾多不安的計算，早威逼不間斷。並沒有中斷，偏執妄想交戰，全自製糾纏，如幻覺出現，分體驗識改變，抗約的牽連再浮現。誰追蹤我這麼痴纏？誰騷擾我獨處這麼討厭？重複再現。驚恐躁鬱交戰，持續去糾纏，行動也不變，基因細胞改變，吃藥少不免，